嗱，呢個新聞咧就七師傅喎。咁呢個七師傅咧就上呢個日本節目去做專訪喎，就話回應7月5號大地震嘅預言啦。網民咧要點樣講咧？我哋睇下個新聞講啲咩啦。哇，點解咁犀利嘅嚇？可以揾到電視台去訪問佢嘅。七師傅就上日本電視台嘅節目就受訪啦。早前有日本媒體講，因為香港同台灣就流傳日本漫畫家龍樹亮嘅作品啦，我所看見的未來入邊嘅預言啦，就話2025年啦，呢一個7月5號，日本就會發生大地震，所以去到日本嘅旅客咧就大減啦，更加有航空公司係大減去日本嘅航班。節目入邊更加係訪問到曾經叫香港人4月5月避免去日本嘅七仙魚七師傅啦。